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已无力抚养小冉。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，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陪嫁应试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。葵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葵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葵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了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葵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，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室七心之人，不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。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说说你们的打算。月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，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如今怎么了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挑剔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楚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安分守己，怎么会有这等事？杀人之事已被坐实，不过即使如此，我仍猜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。雍大人，不会是你做的圈套吧？太后放心，雍瑞要做也会比较高明，只是那陷害之人不慎走漏了风声，让雍瑞提前知晓，顺水推舟罢了。这样说，他给了我们理由，对楚国说不了。是。稚子出头，岂害了子歇？太后放心，子歇人才难得，微臣已派人让他留下。
要再犹豫了。那楚国太子恒杀我秦国军士，本该黄害服罪，竟然私自出逃，此举对我秦国是大不敬。恳请太后、大王出兵讨伐恶楚。相说他会借芈月割地赔款为由，在宫中推波助澜，火上浇油，逼芈月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公子季。公子季那就是一个黄口小儿，对付他可比对付芈月容易多了。他到底割让了多少土地城池给列国？与楚国联姻，答应把上庸给楚国，将武遂还给韩国，又将武王后和武城池给了魏国，谢燕赵两国以重金。就这么些？这甘茂也是老糊涂了。列国之间城池割让赔还本来就是常事，何况就这么几座城池而已。但这只是一个由头而已。甘相介子已经游说了不少朝臣同意他的谏言，眼看芈月在宣师殿就要坐不住了。甘茂竟有这等本事？非也，眼下是那些重臣们每日对着一个妇人跪拜臣服，服属听命，而一个妇人刚愎自用，一意无形，大家实在是痛苦难挨呀。有道理。那芈月坐在朝堂上，面对的敌手可就不是后宫那几个嫔妃了，而是满腹经纶的文武朝臣。他们不像后宫那些个妇人那么好摆弄。大王在上，臣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割地赔款，实乃丧权辱国之举。臣以为，太后如此行事，误国误民，臣等再不能奉诏了。臣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公子，这是云梦台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细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。这些啊，都是微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阿星，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，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姓主事，四府变，六甲乱，主天下大变，
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呐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件星象之事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，我要2块米糕。给您啊，您拿好啊。公子要不要米糕啊？来2块吧。来，姑娘，这个不错啊，是吧买不买啊？不了。我看你就是个混买米糕喽！到底买什么？你不买，别在这儿等了，你都耽误做生意了。我怎么不买？我要买，是你不卖给我。你我卖，说吧，到底买多少只？100只。100只？我没那么多呀。这么办，你跟我到家里去，你自己抓。我跟你去，你抓。我抓啊！你连买鸡翁、鸡婆、鸡雏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跟你抓呀？你这个人好不讲理！我都说了，我给你50钱，那鸡翁要的最少，鸡婆多要，鸡雏要的最多。我看你就是个疯婆娘！不是，让大家评这个理啊！我这鸡怎么卖啊？这位大伯，你的鸡到底是何价？鸡翁5钱2只，鸡婆3钱2只，这鸡雏便宜，1钱6只。这位大嫂，你到底带了多少钱？想要买多少只鸡呀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婆婆给了我50钱，说买100只鸡。我婆婆还说，那鸡翁啊，光吃不劳作，要少买些；那鸡婆能下蛋，要多买一些；那鸡雏长大了能卖钱，越多越好。那我也不知道到底。你呀是买不成了，你婆媳俩不识零数，只识整数啊！哎，你随便给他抓100只鸡，总是不会错的。我要是给他鸡雏抓多了，他说我占他便宜；我要是抓少了，我又吃亏。这生意啊，咱还是不。